南投市的天空之桥9月10日要重新来开放，每礼拜六、礼拜甲固定的假日，天空之桥开放到暗时的9点，讲遐夜景真水哦。点灯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南投越美丽。南投市天空之桥开放伫暗时营运。 为着这件代志，专工举办点灯记者会，市长宋怀林嘛亲身带来宾来佚佗，斗阵欣赏天空之城伫暗时美丽景色。那在假日的时候，能够来到我们的天空之桥，欣赏我们南投市的美景，让我们的南投可以有更多的外来游客。天空之桥一直是民众伫休困日去佚佗的好选择，不过最近因为疫情，游客愈来愈少。 南投市公所才决定伫最近疫情了啊较会开放暗时营运，希望民众会当来佚佗。热恋中的情侣更是一个非常留下美好的回忆的地方哈，甚至拍婚纱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哈。自这礼拜六9月11号开始，天空之桥逐礼拜六、礼拜和固定假日拢开到暗时9点。市长宋怀林嘛邀请大家伫假日找朋友做伙来看夜景。 会当做伙欣赏暗时清闲的气氛。